大家好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嘅筍錶呢，就係呢隻帝陀雙色兩地時間 GMT， 錶殼直徑41mm， 呢個鋼錶殼同埋錶帶呢，都係做咗磨砂嘅處理。最吸引人嘅呢，就係佢嘅紅藍雙色精鋼雙向旋轉外圈，上面嘅24小時刻度呢，係要嚟睇 GMT 兩地時間。錶面係做咗圓拱形嘅藍寶石水晶錶面。防水深度有200米，係一個旋入式嘅螺絲鎖把的，配置咗帝陀原廠嘅 MT5652自動機芯，係一個雙向擺陀系統嘅自動上鏈機械機芯，動力儲備有70小時。而佢條錶帶呢都好有特色，係做咗一條扭釘磨砂鋼錶帶。帝陀呢隻 Black Bay GMT 官網定價係35,300蚊，咁我哋都有個超筍價，2萬尾呢就買到啦。仲有5年嘅國際原廠保用，有興趣錶迷可以嚟門市試下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